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件事。姓刘的年母姊妹啊，甲一回小男童开虐待死亡的案件，早起二审宣判，高等法院是维持一审的判决，一个也是无期徒刑，一个也是判18年。啊，一透早就来到法院外口声援的民众，听到这个判决真安慰，讲虽然无法度判死刑，但是也是会当接受。若要有3审，会继续奋战到底。听到判决的结果，开证书欢喜甲伫咧发休，阁有人感动甲目屎滴，讲感谢法官。终于就是可以不会被轻判了，因为我们很害怕被轻判，我们已经这几个月来都很纠结。姓刘的林母姊妹仔党，甲一岁查甫囡仔开凌迟到死，今仔日2审宣判，高院维持原判，刘彩宣判无期徒刑，刘六林判18年徒刑。外婆的部分，那他希望透过律师这边跟大家说明，他很抱歉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到场，因为他心里还是没有办法放下。那只希望司法能够还给弟弟一个公道，把2人绳之以法，来以为被害人在天之灵。林母姊妹仔拢未到庭听判，继续关伫咧看守所，而且真侪开证书透早就赶到高院头前法口号。当期关注这个案件去抗议董事长甲警察原本嘛计划来听判，临时因为开会取消。叶林旭峰伫咧宣判后到场。凯是弱势中的最弱势。如果我们没有人拿出正义帮他说话的话，这世界还有真理吗？2023年开扣林母姊妹仔凌迟到死，2审审理的时候，刘彩宣捌当庭会实咧，讲会用真心甲家属和解赔偿。刘玉林自头到尾无认错，是拜托减轻刑度。原审判决也没有违误或不当，因此驳回检察官以及被告2人的上诉。高院维持原判决，不过专案会当个继续上诉。开证书嘛强调会战到底，持续为开讨公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